塔羅牌嘅起源咧就眾說紛紜嘅喎，有啲人咧就話係來自埃及嗰個牆壁上嘅畫啦，另外咧又有啲講法咧係關於吉卜賽人嘅。咁至於咧另外有啲歐美嘅國家咧，因為以前咧會流行一啲紙卡嘅遊戲啦，最後咧演變成為塔羅牌嘅。咁至於咧平時我做嘢嘅時候，好多時嘅好多客人咧都會嚟問一啲關於舊情人嘅問題嘅喎。咁今日我就會為大家咧去用塔羅占卜嘅方式去解釋一下呢啲問題嘅。當平日咧客人親自嚟占卜嘅時候咧，我都會要求咧對方自己洗牌嘅。但係咧今日由於係一個遙距占卜啦，咁所以我會為大家去洗牌，抽出5張牌，大家心目中咧就諗定1至5其中一個號碼作為咧你一陣一個問題嘅答案嘅。咁我而家先為大家洗牌啊！揀選1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係代表女祭司，其實咧係代表黑白分明啦，會好多時咧諗嘢咧都比較係冷靜啲嘅。對方覺得分手嘅原因咧係因為咧你有陣時過分挑剔啦，令到佢覺得你好冇感情啊，於是咧佢會覺得承受唔到嘅壓力咧，導致分手嘅。至於挑選第2張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係代表權杖1，係一張係代表咗新開始嘅牌嚟嘅。咁對方咧覺得點解會係要分手咧？就係因為原來咧可能對方接觸到一啲新嘅環境啦，例如新嘅工作啊、新嘅朋友，導致咧可能對你嘅感情咧係生變。至於挑選3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咧係權杖4嚟嘅，係代表勝利嘅意思。對方咧可能咧由於咧可能工作環境啊或者各方面咧越嚟越進步啊，令到佢咧可能見嘅眼界各方面闊咗咧，都因而咧令到同你嘅距離越嚟越遠，導致分手嘅。至於挑選4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係代表厭異矛盾嘅意思。對方咧會覺得啦，你同佢相處咧好似咧唔係成日咁開心，或者就得佢好緊要，令到咧對方會覺得你成日好似好抑鬱啦，唔係好 enjoy 呢段關係喎，所以咧令到對方咧日漸心淡啦，唔想再繼續一齊。至於挑選5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咧係死神牌喎，呢個咧係講緊咧大家嘅感情上咧似乎真係淡咗啦，大家咧嘅感情消逝咗啦，呢個咧係主要導致分手嘅原因嚟嘅。挑選1號牌嘅朋友咧，係抽到倒吊人嘅，呢個咧係講緊犧牲嘅意思。其實對方咧心裏面仲會有你嘅喎，不過奈何因為環境因素影響啦，令到對方會覺得唔一齊會對大家好啲，所以咧佢都係決定放棄啦。至於挑選2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係權杖嘅皇帝，對方咧心裏面咧係仲愛你嘅，不過奈何咧冇乜行動慾喎，呢個咧就要睇下大家咧可唔可以做一啲主動性，令到大家可以合返埋一齊啦。至於挑選3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咧係代表聖杯嘅皇帝。其實對方咧心裏面咧仲好想同你一齊嘅，內裏信心不足，令到佢好猶豫啦。呢個咧就係佢心意嚟㗎啦，所以有陣時咧要俾多啲信心佢喎。至於挑選到4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咧係代表聖杯7，代表選擇唔知自己要啲乜嘢好喎。所以咧喺佢生活裏面咧，似乎咧好多嘢咧影響到佢對你咧唔能夠專心一意。呢個咧就係代表佢咧其實好容易受到其他嘅誘惑咧，唔再去愛自己啦。至於挑選5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係代表厭惡、傷心嘅意思。其實咧佢咧會覺得咧心裏面咧依然對你有感情，奈何咧就唔講得上去愛啦。你有咩事咧佢都會照顧你，但係翻埋一齊咧嗰個感覺咧似乎就唔太重啦。挑選到1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咧係魔術師，恭喜你喎！大家咧其實好有條件咧可以復合嘅，只要咧大家咧去尋求一啲共同嘅興趣啦、話題咧，大家復合嘅機會咧係好大嘅。至於挑選2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係講緊咧權杖4嘅喎，其實咧係本來咧係有一個好開心嘅景象豐收嘅意思，但係大家咧最緊要咧就要開心多啲，咁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復合機會咧增多㗎啦。至於挑選3號牌嘅朋友咧，呢張牌咧係劍5喎，係代表咧一啲殺戮嘅意思。其實咧對方咧同你一齊咧係個感覺咧係好勝心啦，或者其實咧對於大家嘅感情唔夠認真嘅，所以就算咧佢真係有心嚟挑釁你啊，或者令到你覺得好似大家仲有機會復合，但係其實佢唔係真心㗎，所以咧我都會勸勉大家咧唔好去執意咧去同對方復合啦。至於挑選4號牌嘅朋友呢張牌咧係權杖8。其實呢張牌咧原本係代表愛之戰嘅喎，但係就係問題咧，大家嘅目標方向性唔夠一致嘅話咧，都會阻滯大家復合嘅機會嘅。所以咧，大家要製造一啲共同目標方向性啦。至於挑選5號牌嘅朋友咧，對方咧似乎咧好有陰影喎，因為呢張牌咧係代表權杖9嘅，所以大家要記住睇下大家以前發生嘅往事咧，會唔會咧仲令到大家咧喺心裏面有啲烙印？如果咧洗刷唔到嘅話咧，大家嘅復合機會就唔大㗎啦。
平時咧，好多人都會講啦，塔羅占卜咧係有啲好神怪嘅嘢嚟嘅。但係我自己身為一個塔羅師咧，我絕對唔認同嘅喎。我反而會覺得咧，其實塔羅牌可以幫到人咧去解決一啲眼前嘅問題啦，俾到一啲建設性嘅建議咧，令到大家咧有更大嘅改善空間嘅。所以咧，我今日都係希望今日呢個示範啦，可以幫到大家，令到大家咧可以尋求到一啲少少嘅答案啦。